我而家嚟揾你。張翼東，你竟然咁背叛我！我對你一心一意，但係你竟然中意咗紅姐。周文，你聽我解釋啊！唔需要解釋啦，我今日就要用我最強嘅力量去懲罰你呢個渣男。雷の呼吸、雪の型、霹靂一閃、迅速。別墅裡面唱 K， 水池裡面飲冷雨。眼淚若然多，用背脊唱情歌。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係咁樣就可以抵擋我嘅怒火嘅啦咩？根，其實我心入邊一直都係有你，我苦盡甘來遇見你，兜兜轉轉先一齊返。其實愛情呢家嘢並唔需要咩女神配對計劃，亦都唔係咩試當真，即係撞個幾個出嚟就算。我哋應該珍惜眼前人。啊，你又覺得幾啱喎？好啦，我哋話好啦。不如我哋去啟德體育園唱首歌慶祝下咧。好啊，我哋用超能力飛過去啊！Part 2 6 7 6 7。哇，真係得咗啊！快啲攞部電話出嚟。我哋就用呢首歌去到紀念我哋嘅愛情。We going up, up, up is our moment. I know together we're glowing。Gonna be golden。我心諗啲字眼咁無厘頭，但係又似曾相識咁。我都覺得係啊！原來呢啲字眼咧，全部都喺 Google 香港2025年度嘅搜尋榜嗰度揾得到啊！犀利啊！怪得啦，又咩苦盡甘來，又試當真咁樣，原來真係有嚟啊！係啊，唔知有冇 Channel One HK 啊？呢次劇本其實仲用咗 Google Search 嘅 AI Mode 幫助創作。我哋問佢無厘頭搞笑劇需要有咩元素，再篩選一啲 Google 香港2025年度搜尋榜嘅字眼構思 storyline， 然後交俾佢協助創作劇本草稿，直到構思出一個滿意嘅劇本。By the way， 原來請佢為演員提供服飾建議都 OK 㗎。